如果你到咗今時今日，仲係以為冬天一定要日日飲薑茶，餐餐食羊腩煲先叫補身，我講得嚴重啲，你可能喺度進行緊慢性自殺。好多人最近覺得喉嚨乾到裂，皮膚痕癢爆拆，甚至無端端流鼻血，夜晚失眠。你以為天氣凍，咁你係錯啦，係你食錯嘢，令身體燥上加燥。俗語話不是不食，真正識養生嘅人，冬天從來唔亂補。今日 Thompson 帶大家去街市揾出4樣幾蚊斤，但營養價值勁過鹿茸人參嘅黃金菜。我唔單止教你食，仲會教你點樣揀最靚嘅貨色。特別係第4種，被稱為神仙之食，補腎通血管一流。但原來有5類人係千祈唔食得嘅，食錯咗唔單止無益，分分鐘會引發心律不正，甚至搞到要洗腎。如果你屋企有長者或者長期病患，呢條片一定要睇到最後，特別係第4種嘅救命禁忌，大家一定要抄低。首先呢，幫大家糾正個致命誤解，冬食蘿蔔夏食薑。好多人問 Thompson， 冬天咁凍，唔係應該食薑驅寒咩？點解叫我忍手？原因有2個，聽完你就知點解醫生都叫你停。第一係氣候乾燥引發虛火，入冬之後，無論係香港定其他地方，濕度急降，人體本身就容易缺水。薑係熱性發散之物，主要作用係發汗。如果你本身已經乾到裂，仲食薑去發汗，呢個等於將你體內僅存嘅津液，即係保命水，全部蒸發，結果身體越食越熱，引發生痱滋、便秘，甚至令血壓波動。第二呢，係違背閉藏原理。冬天係身體收藏能量嘅季節，我哋需要將陽氣收埋，保護5臟6腑。食薑係令陽氣向外散。如果你日日食，等於將身體嘅能量庫大門打開，任由陽氣流失，導致免疫系統下降。所以除非你真係受咗風寒感冒，否則冬天請你忍手，少食薑，多食以下呢4種滋陰潤燥、修復血管彈性嘅好嘢。第一種，俗語話白菜不如白菜，講緊嘅就係紹菜，即係黃芽白。千祈唔好睇小佢幾蚊一斤，尤其是冬天打過霜之後，甜到流。點解要食？冬天開暖氣，皮膚乾爭爭，紹菜含有95%水分同豐富維他命 C， 食佢等於幫身體飲水，既可潤燥護膚，當中嘅粗纖維仲可以幫你刮走腸道油脂垃圾，係天然嘅排毒神器。不過 Thompson 要提大家，去街市買紹菜，千祈唔好求其攞一棵就走。係揀紹菜呢，有2個秘訣。第一，要睇黑點啦。如果你見到菜柄，即係白色部分上面有好多芝麻咁細嘅黑點，嗰啲叫芝麻斑。雖然食得，但通常代表種植時氮肥過多，口感會比較差。盡量揀白淨無斑嘅。第二，要揀包心實嘅，攞上手一定要夠重身，撳落去實淨嘅，代表水分足夠甜。如果你撳落去鬆泡泡啊，證明放得太耐，纖維老晒，食落會有渣。買到靚紹菜點煮？ Thompson 醒個食譜俾大家，黃金紹菜豆腐煲係先將板豆腐咧切塊，煎到兩面金黃，跟住爆香蒜頭啦，落紹菜炒軟啦，最後咧加豆腐，少少蠔油，半碗水，冚蓋燜5分鐘，唔使落肉都甜到震，專治冬天上火便秘，食完條腸即刻通晒。既然叫大家少食薑，咁食咩替代啊？就係白蘿蔔，冬食蘿蔔，夏食薑。唔使醫生開藥方，呢個係真理。冬天大家打邊爐啊，食羊腩煲啊，食到個胃滯住，口氣又大。蘿蔔含有嘅芥辣油同澱粉酶係最強嘅天然消化藥，幫你下氣寬中。只要氣順咗，痰都少啲，連呼吸道敏感都少啲發作。但係買蘿蔔最驚就係買到黑心或者空心嘅。點樣避免中伏？係記住口訣：重、光、單。重即係同樣大細。一定要揀最重手嗰條，代表水分足，唔會空心。光即係蘿蔔皮要光身冇裂紋。如果皮上面有半透明嘅斑塊，嗰啲係受凍傷咗，千祈唔好買，會有苦味。單即係蘿蔔葉都係一條主根嘅最好嘅。如果佢分叉或者有好多根鬚，通常代表肉質好老，唔好食。買翻嚟之後試下做蘿蔔芹菜牛肉丸湯，蘿蔔切薄片，水滾落蘿蔔。加2片薑做調味就夠，唔怕燥。煮到蘿蔔透明之後，落牛肉丸、胡椒粉暖胃。咁熄火前呢，
加芹菜粒，滴幾滴麻油，飲完一身汗，舒服過焗桑拿，通氣活血一流。第三種呢，被稱為金衣白肉嘅冬筍嘅。如果你有高血壓或者水腫問題，呢個最啱你食嘅菜。冬筍湯含量極高，鈉含量極低，係天然嘅降壓消腫劑，而且佢豐富嘅纖維好似一把刷，幫你刷走腸道同血管壁嘅多餘油脂，預防大腸癌同血管硬化。中醫仲話佢清肝明目，對住手機多嘅老友記最啱。冬筍好唔好食，全靠識唔識揀。好多人貪大隻，其實錯晒。識食呢係一定要揀矮肥短，筍殼要緊實，筍身要彎彎地好似牛角咁，底部要大，頭要尖。呢種筍肉呢最多最嫩。如果你見到條筍直不甩、瘦長型嘅，通常頂部已經開始變綠嗰啲纖維，粗到咬唔開，而且澀味極重，煮幾耐都冇用。買返嚟記住一個去澀關鍵，切片後一定要放入滾水，加鹽飛水3分鐘，去走草酸同澀味，再攞去燉雞湯。嗰種鮮甜係味精俾唔到你嘅，飲一啖成個人醒神晒。最後一種亦係今日嘅重點，淮山。冬天進補，如果你脾胃唔好，食龍肉都係浪費。淮山嘅黏液蛋白可以修復胃黏膜，健脾補肺益腎3重功效。特別係夜尿多、腰膝酸軟嘅男士，食淮山補腎氣最啱㗎。市面上有分鐵棍淮山同普通淮山，功效差好遠。冬天補腎一定要揀鐵棍淮山。點分？第一，睇粗幼，鐵棍淮山通常比較幼身，好似2隻手指咁粗，而且外皮又好似鐵鏽咁嘅紅斑。第二，睇切口，切開之後鐵棍淮山肉質好實，甚至煮唔爛。普通淮山切開水淋淋，一煮就散。係記住要補身就買幼身嘅鐵棍淮山，雖然貴少少，但藥用價值高10倍。雖然淮山係神仙之食，但正正因為佢藥性強，有5類人係絕對唔亂食得，食錯咗隨時送院。第一類最危險係腎功能不全者，淮山係高級食物。如果你腎功能差或者要洗腎，食淮山會導致膠離子排唔走，引發高周血症，隨時導致心律不正，甚至心臟停頓。腎友記住要戒口。第二類係嚴重便秘者嘅，淮山係有收斂止瀉作用。如果你已經幾日冇便便，食佢會令大便更乾硬，到時真係搏命都屙唔出。第三類係糖尿病患者，淮山係澱粉，即係飯。如果你食咗淮山又食白飯，血糖指數肯定爆標。正確食法係食咗淮山就要扣減飯量。第四類係服用抗凝血藥者，即係食緊華法林薄血丸嘅朋友，食前問醫生，費事增加出血風險。第五類係婦科腫瘤患者，乳癌、子宮肌瘤患者，因淮山含類雌激素作用，安全起見，少食為妙。總結一下，冬天忍手少食薑，多食紹菜潤燥，蘿蔔通氣，冬筍通血管，淮山補腎，但要注意禁忌。養生唔係盲目跟風，而係要有智慧。即刻檢查下你今晚嘅餐單有冇呢幾種菜，如果有，恭喜你食啱咗。最後有個小任務，記住將呢條片 share 俾屋企有老人家或者腎臟唔好嘅朋友，特別係第4點關於淮山嘅禁忌，真係好多人都唔知，隨時好心做壞事。你一個轉發可能就幫佢避開一次入急症室嘅風險。我係 Thompson， 如果你覺得條片幫到你，記得訂閱我，開埋個鐘仔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